清淡唐药，24号之日，朝代西汉，孝祖汉文帝。西汉时期，有一个皇帝名叫老邢，大家拢叫伊汉文帝。伊是老枋的第三个囝，原本毋是太子，毋过因为有孝阁贤能，互列位大臣支持坐着皇位。伊开始做皇帝了后，一点仔就袂有骄傲的态度。皇太老母薄太后更加搁较骨力体贴。有一摆，汉文帝的老母也就是薄太后，雄雄煞来破病啊！汉文帝心内烦恼搁着急，逐工上朝了后，就紧带太医去看伊的病情，看太后的身体有较好无。天气转寒变冷啊，汉文帝惊老母寒着，就主伫身边甲照顾，才会当随时甲伊加被。天气变热啊，阁无用甲阿母热风寒网啊。老母咧休困的时，伊就叫宫女的动作爱较轻的，才袂甲阿母吵起来。家己若爱困，就坐伫阿母的面床边仔拄久，连衫嘛无脱，才会当随时互阿母洗甲。阿母喙焦，伊随芳茶过来，就连阿母要啉药啊，伊嘛爱先芳过来啉看卖，试看这药啊会苦袂，会伤烧袂，感觉差不多啊，才放心互阿母啉。汉文帝阁烦恼因阿母会因为破病来影响着心情，就逐工讲一寡笑话，让互伊阿母笑。太后看汉文帝逐工遮尔无用，一工比一工较消散，感觉真毋甘，就讲皇儿将来有遮尔济人，拢会当照顾我，你莫遮辛苦啊！啊，我的病嘛毋是2、3工就会当好诶，以后叫宫女照顾我就好啊。汉文帝跪落来甲因阿母讲，孩儿袂当伫你有生之年，亲身替你做一寡代志，安尼爱啥物时阵才有机会报答你的养育之恩呢？毋过你是一国之君，应该以天下百姓为重。现在天下的百姓安居乐业，无休毋免烦恼，你着安心养病，孩儿用喙就有法度甲代志处理好好势。太后为家己有一个安尼的后生，感觉真安慰，目屎忍袂住，煞一直流袂停。啥人知影太后一个破病落去，竟然病3冬。毋过汉文帝咧，嘛自头至尾照顾伊3冬，无一工困有好势的汉文帝。虽然贵为天子，煞安尼照顾破病的阿母，真正是无简单。伊的耐心，伊的柔和，伊的骨力，伊的体贴，真正有做到。亲人有一病，倘若家己承担，昼夜服侍不离床。伊的故事传去每一个所在，感化着所有的官员甲百姓，大家拢学了伊汉文帝是一个仁爱有效的好皇帝。